歹势吼，我小设定一下吼。我 YouTube 遮无拄好叫我。好 ，OK。好，咱开始来读。1633年7月28日。暝是阮的细只船，阮的小船伫咧岸边，抢着一只细只容克船，船顶满载细只咸鱼，所以就将迄寡咸鱼分互各只船、各只公司的其他的船啦吼。早起时泡手，OK， 早起时泡手，Dirk Jacobs-Louis 又搁炸来一只伫咧西南角。西南角是啥物所在呢？我看觅对，西南角是厦门东南边的大陆的塔畔角。西南角就是今仔日高龙寺南边的石后角。早起时泡手又带来一只伫咧西南角所抢到一只细只容克船，船顶载着一批茯苓、草笑甲其他的细项物件。今仔日无用咧清水快艇遣盘号甲几只容克船。今仔日下晡 ，Bendiok 和甘贝亚开动一个海盗以及厦门游击的代表来到船顶。要来处因伫咧本个月26日所送来的批信，回批啦吼。阮真有礼貌来接待因，并且甲因讲，阮的回批还未写好，请因明仔载再过来。迄当阵就会写好交互因。对安尼，因回答讲，因沿岸要伫咧古龙寺下面遐停船停歇吼。伫咧因的船顶过暝，以便明仔载会当完成任务，转去厦门。7月29夜间，阮的一只载有7个人的普劳船，夺取了一只要前往海顶的细只容克船。因捌用差不多30-40支的矛，要来抵抗阮的人。我方的人看到了后，来后退吼，看到所以阮就后退吼。用步枪因发射3-4发枪子，大死一个人，大伤几个人。迄寡新仔人看到即种情形，就拢跳入去水里。上述迄只细只容克船，所以因为安尼，就去互阮即边的人带来舰队即只。早起迄寡代表又过来船顶，约伫咧中昼时阵，因带着阮要回答泉州的海盗甲厦门游击。以及一贯的回批，因甲即寡批砸转去咯。伫咧回批里，阮所提出的条件，包括阮唯一的目的，只有要继续伫咧漳州河、安海、台湾甲巴达米亚，和所有的人自由交易，就像阮以早所承诺过的、所应允过的安尼啦吼。为了即个目的，阮会当咧古龙寺遮建造一个真坚固的建筑门吼，互阮会当伫遐来进行交易，并且会当确保阮的货物，因此就是确保货物的安全啦吼。因此，阮还阁要有8个到10个人，同时会当伫咧海顶、漳州、安海、泉州以及其他附近的地区，无阻碍来自由通行买卖。到迄当阵，阮的船只嘛要无受干扰，会当伫咧古龙寺
厦门、烈士、五士，甲其他优良的即个停泊处来停泊啦吼。无过温存任何的用较准前往马尼拉、贵人或者是其他阮的敌人的所在，只干温存因前往巴达维亚。阮伫咧厦门或者是其他附近的所在，也要有法律的权益，对所有旧的负责者，拢会当咧法官面头前来提出控诉。若是负责者已经死亡，照希腊的习惯，就会当控诉伊的遗产的继承者甲朋友，而且阮会当用阮家己的费用请3、4个人来做阮的代理人，继续住在福州，以便用因良好的知识来处理阮两国人民之间的意外事故。阮只要和被完全授权有关决定的国王的特使谈判交涉，其他人不得派来谈判交涉。若是希腊被阮开战攻打之事，迄完全是因应得的惩罚，咎由自取。因为因一年搁一年用谎言、用白贼话欺骗阮，应付阮，互阮享受袂到自由的无益，反倒互阮遭受沉重的负担甲真大的开支吼。我们了解做就对了吼。这批内底就是一寡要求因的权利嘛吼。自由无益法律权益，就是欠伊啥人若死了，会当搁对伊的遗产的继承者甲朋友啦吼。而且因会当有代理人吼，住在福州若有意外事故会当拍官司的。好啦，就是即寡事务啦吼。过来7月31日，等下吼，拄则即字我想要查者，7月29日，咎由自取。我拄则学白念啦吼，我查一下即个咎是安怎查，安怎读。甘地店，咎哈 ，KIU， 咎就是灾祸、得罪、过失、怨愤、归咎吼。KIU 第7声咎。7月31日，早起有几只阮的小船去绿江取水，去上花去取水啦吼。有一阵海顶的士兵，对舟船后面匍匐前来吼，匍匐当然我是不要读啦吼。我看一下啊，大理大书店。无即个词吼，我甘字典，每一字的音学起来，匍匐是
步，就是用手行、爬、拍、跋倒，拢叫做步。扶呢？扶是步，步步吼，步步。拍伫地用手行吼，用手咧行，就是步吼。啊，步嘛是用手行吼，所以两字共意思啦，步步吼，拢是用手行的意思吼。拍伫涂骹用手咧行，叫做步步。有一阵海亭的士兵对舟船后面吼步步前来。伫我方的士兵发觉以前，就甲一个当伫扬水的荷兰人的头壳扑落来炸走咯。我方的人遂开枪撤退，迄寡荷兰的船只也即刻来支援解围。上述海亭的士兵看到即个情形，拢倒入去山里。有几个人对遐用日本枪来阮射击，但是毋敢出来，也引诱袂出来。因也试咧要烧毁一只阮的，互阮夺取停伫岸边的小撞客船，也被我方的人阻止。我方的人甲一切拢处理好以后，就转来咯。中昼，库库巴卡阁下坐快艇巴南号对台湾抵达此地，报告讲，昨暝已经甲迄只快艇波卡斯贝号留伫半途海上。又阁讲，快艇阿森多夫号含几只洋客船载着要运往日本的货物，即将军队过来，就是随要倒过来吼。又阁讲，台湾的状况一切安好，无罗上帝。这7个队上尾一天记载一段小冲突吼，士兵的迄个冲突。过来8个，咱继续看吼，战事搁咧进行中啦吼。今仔日无特别值得记载的事，8个日子。快艇遣盘号出航，要搁去伊的目的地，按照互伊的备忘录去巡阅马尼拉的洋客船以及其他洋客船。到了港外，就要甲船长 Class Jones 对洋客船打交好，搁接来船顶，离甲大港 Rendered 移刷去。坐迄只洋客船去接替伊的职位。8月3日，上午议会决议，因为甘贝亚和本地奥克伫顶个月30日捌讲过，要伫过长日要炸来一大批的黄金，但是呢，到当也未前来，所以你又讲希腊可能会用真侪河船、货船，或者是其他方法来对付阮。因此呢，决定阮的船只要和抢来的洋客船，为着要尽量减少河船攻击的危险，要伫今仔日下晡趁着开始退潮的时阵，开出港外，以便去误事。大胆的下方，大胆应该是大胆岛啦吼。大胆的下方或者是附近，小可往海上的所在来停船，并且决议讲，迄只真垃圾的快艇 Texas 号和迄只抢夺来的马尼拉的洋客船，要伫误事或者是大胆的比较适当，而且较少受到对内陆来攻击的危险的地方，
要靠换清水，然后迄只用客船要装满苏木甲落坡，准备要开动 Brownshaven 号前往日本。今仔日伫出港的时，阮的细只船就是 Prow 船，抢到一只新仔人的舢板，对因来得识迄寡大官正当日无用，要准备河船和舰船，就是讲伫海顶准备19只大舰船，甲50只河船，伫老五店是啥物所在？我看嘛，老五店伫厦门的东北方哦。伫老五店准备50只河船，伫厦门后面的石琴准备50只河船，伫安海准备7只广东的洋客船和9只马尼拉的洋客船，因此伫迄个位啊，总共准备400只船，哇！并且伫即寡所在，命令每一家必须交出一担的茶或者是草，来作为装备河船之用吼。另外，赠送每一个士兵2两银，用来鼓励因的士兵伫即个征战的期间，伫因的费用之外，还每工另外加5空多银。空多银是啥物件？100空多银是1两银啦吼，钱的单位啦吼。另外每工5个空多银，互因的士兵。每一只河船要配备16个人，若烧了阮的船，就赠送迄16个人每一人200两的金银。即马你讲的是西南海边准备的吼，咱拄则读讲这400只船啊，什么50只河船，这拢是西南迄边准备的吼。所以遮因有一条奖励办法啦吼，讲若甲荷兰人烧一只船吼，要甲迄个河船顶头所配备的16个人，每一个人要收200两吼。一寡当时严厉下令讲，若有掠着活掠长官普特曼斯阁下，袂使将伊杀死，爱甲伊掠来交互一官或者是其他大官。不过，如果有掠着其他较阶层吼，就是较军阶较低的人，会当自行决定要甲因杀死，还是要互因存活。如果讲即寡河船应该会伫咧起东风，并且开始要退掉的时阵，过来攻击荷兰的船，因为伫迄当阵，根据即个人讲吼，荷兰人就敢若只有对厦门后面的排头逃走，别无他路吼。一竿将率领100只河船和舰船停候伫遐，要烧火，或者是要攻打要逃走的荷兰船。伊的士兵拢已经知影即个代志，如果袂当用河船来烧火啊，安尼伫荷兰人一开始发炮射击的时阵，因就要上船前进，来甲荷兰人拢拍败杀死，因为因真勇敢，要拍败荷兰人，就亲像因伫咧草场抠草遐尼简单。最后讲，大官已经拢通过沿海各地，有人会当取得荷兰人的首级的，要赠送50两银。即寡消息究竟如何？有待时间分晓。约伫咧日暝进前的1点钟，阮的船队来停伫咧大胆和五狮附近，因暗伫遮过暝。
即篇写足侪西南迄边的即个准备战术的情形啦吼，算荷兰人进步做了诚好吼。8月5日，整个舰队西往就是航往俄苏的后方吼。今仔日决议讲，大船米多堡号要装载 Brovins7号顶头的10万里尔以及所有台湾的输用品前往平湖，因为阮深感好船的威胁，而即只大船伤重，伫遮的航道无法度算无路用啦吼。即应该是讲真正拍起来无效啦。8月6日，快艇波卡斯贝号对台湾抵达处地，捌被飘去真北远的所在去。8月7日，时间是9点过56分。8月7日，大船米多堡号出航前往平湖，上设商务员特劳纽斯坐船前往，共船前往，要去平湖，甲所在要运往台湾的货物转运去台湾，然后要去台湾担任该馆的上设商务员的职务。今仔日，快艇布雷斯维克号对巴达维亚抵达处地，带来相当健康的人员。8月8日，伫个米市听到几发炮声，所以呢，就派扬克船厦门号前往该处，并且命令因爱即刻转来甲阮报告啦吼。今仔日快艇布雷斯维克号可欢清水。要暗暝的时阵，快艇远轮号对个北方抵达处地，是昨昏去甲伊调转来。8月9日，早起时得悉，扬克船打狗号捌伫个暗暝和8只扬克船发生战斗，但是无丧失人员对遐退出来啊。今仔日决议。要甲快艇3号和欠板号对马翠湾调转来，为着要改动快艇远轮号、波卡斯贝号以及2只扬克船去厦门头前，然后通往港内进行第2遍的攻击，并且决议要派快艇布雷斯维克号。听讲是航行积极家，是什么意思？该动迄只官用的扬克船前往马翠湾，顺入马尼拉的扬克船以及其他的船只。8月10日上半夜，迄寡去顺益的快艇3号、欠板号以及2只扬克船，转来到阮遮来停泊。快艇3号伫个暝时就靠岸清水，即几工伫个五苏收集到真侪红石的石头啊，以便有机会的时阵要装入去阮的快艇。8月11日，遵照本国个9日的决议，今仔日加强决定要用快艇3号、远轮号、欠板号、波卡斯贝号以及2只扬克船厦门号甲打狗号去发动第2次攻击厦门，并且要去该岛的后面。
沿着排头留5点，这是地名啦吼。沿着排头留5点，然后对金门甲烈士中间一路攻击落去，要甲所遇到的所有海贼的容克船以及好船，通通毁坏，而且迄个庄头叫做头尾，是伫咧漳州河的西岸五狮岛的对岸吼。前日，阮有一个人，前天应该是昨日啦吼，大昨日哈，因为意外对三板落水，有一个人吼，大昨日有一个人意外对三板落水，去互因用武力掠去。即个庄头，阮要好好啊去攻击毁坏伊。迄个庄头是拄则讲迄个叫做岛尾是伫个厦门港入口西岸五狮的对岸，当称作岛尾岛美吼，岛尾。8月12日，快艇3号、免运号、欠盘号、布卡斯贝号以及2只容克船厦门号甲打狗号，伫指挥官 Cost 的指挥之下，前往厦门，要去执行因的命令。要伫执行因的命令之后，要甲一份搭伫一片大木板吼顶头的通牒插去录像，用来通知迄寡大官，要伫阮发动更较大的攻击以前，派代表来甲阮讲，因到底要安怎吼？若无，阮将避避继续进行上述的计划，就是攻打厦门啦计划吼。这要互因后悔不已吼。做完这代志了后，该指挥官就爱率领一寡快艇对厦门后壁吼继续前进，航过内海，按照本国个交你的决议，去甲所有因用武力所会当得到的船只，通通烧毁、烧歹去吼。即个毁坏的毁，我查一下吼，无感觉我敢若读来怪怪。哦，歹势，我自头到尾拢读毋着吼，毁坏吼，毁吼，应该是毁坏。所以，因要甲因所有用武力所会当得到的船只，拢通通烧毁。这4只快艇前往厦门的时阵，阮要用快艇 Catwick 号和 Wisp 号和军岛该舰队航行到古龙屿，以防新仔人来占据港外。因为阮看到新仔人对厦门的港外以及港内用大炮猛烈攻击阮我方的船只。8月13日，快艇 Catwick 号和 Wisp 号又搁转来五狮下面来停泊。长官普特曼斯阁下令，要暗嘛爱驶往，就是爱开往距离大嶝岛差不多半海里的所在来停泊，以便今夜伫咧遐昼夜。夜间，快艇3号、免运号、欠盘号、布卡斯贝号来到五狮阮遮，报告讲，伫进入厦门的时阵，受到新仔人相当的抵抗。因登陆以后，新仔人对厦门市郊的4个角落来因冲杀过来。不过，
因用50个人下问饲狗的四面发射步枪，互真侪新仔人倒落来。迄寡新仔人就即刻倒转去街道内底街道啦吼，对遐要用手炮以及日本枪射击5方的人，有5个人因而受伤，但是无严重，嘛无性命危险，也袂致到残废。5方的人甲枪支拢弹了以后，就退去到海边啊，尽量甲真侪大炮顶死，甲迄份通牒插伫迄边啊，随上船啊吼，对厦门后壁继续航行，前往金门甲烈士，伫遐要掠着搁较侪猪、鸡和其他青鲜的食物，无搁拄着有力的抵抗。这是抵抗是敌嘛？我知影抵抗就是敌嘛是感觉读了怪怪。抵吼，抵抗、对抗，拢会使。抵抗、对抗。天光以前，要离天光个2点钟的时阵吼，有一只小船航经阮的舰队，阮咧摇讲，迄是要来侦查阮停泊的情形，甲地点的侦探。8月13，8月14。8月14，天将黎明，就天要光啊吼！看到真侪中型洋客船对大胆后面上来吼，起来吼，要来阮遮。因此，长官阁下令，除了 Brown7 号爱留伫咧五市看守迄只马尼拉的洋客船以及其他抢来洋客船以外，所有的船只拢爱起定，前往大胆岛。大胆岛内去坐断迄寡洋客船的路，去增援快艇 Wisp 号。因一看阮用旁出航，就前往快艇 Wisp 号遐，伫阮到位以前，已经有7只河船近活快艇 Wisp 号，5方的人命上帝保佑吼，真勇敢也真危险，总算是甲迄寡河船杀开咯。有一只阮的洋客船奉命伫遐，伫咧边仔遐来守护。守候啦吼，守候啦吼。迄寡河船也开始来挖掘阮的即只洋客船来，被5方的人用大炮和步枪猛烈射击，才毋敢甲河船挖过去。当时呢，阮已经接近过来咯，因才紧逃走到阮大炮的射程以外，沿着海岸去厦门。这以后无偌久，当阮搁驶出港外的时阵，看见另外有一只船，另外有一阵船队往阮开过来，差不多100只以上，其中约略有10只广东的舰船和10只到12只的大舰船，其余的是中型甲小型的洋客船。大部分拢配备正好船，就是大部分拢甲即个洋客船装备做好船啊吼。看起来因是想要潜上上风，要先赢先手就对了吼。然后要用好船来攻击阮的船，
长官阁下看到即个情形，即刻派一只小船去通知 Broadway Seven 号和 Vernon 号，要即刻要随便出来甲阮勇敢来对抗消灭即群舰队。迄时便队船我们号也拄好对南边来，所以佫派迄只小船也去通知即个便队船来加入战斗。但是迄寡希腊人看到阮要全力对付因的舰队，就伫咧发射违法大炮了后，无听候阮，就又佫紧进入去港内咯。即暗停泊伫咧大嶝岛以及烈士港外的差不多一海里处，阴暗对议长库库巴卡遐得瑟，希腊人真残忍来杀死一个阮的人，伊违背告示，想侵入去即个陆地咯吼，即个人啦即个荷兰人，又佫得瑟，又佫知影讲，迄只所抢来马尼拉的撞击船已经被盗走，另外一只被烧毁了。另外对便队船我们号的朋友遐来得到消息，讲有4个日本人引带15个葡萄牙人，以及印欧迄个南个会的吼，印欧应该是印度甲欧洲啦吼，载着以下的货物逃走了吼。即只讲迄只有载4个日本人甲15个葡萄牙人以及印欧透会的人吼，即只船啦吼，已经载以下的货物逃走吼，以下货物无写吼，啥物物件无写。8月15日，有逐工拢足紧张哦。有2只撞击船对台湾带上级商务员 Roland Taylor 的批信来到此地，批示讲快艇阿森多夫号因为失去甲盘以及笔艇的老化，笔艇是啥物件？讲是用来固定定锁的足重的插头。固定锁啊啦吼，锁啊是咧绑定迄个锁啊吼。好，快艇阿森多夫因为失去甲盘以及笔艇的老化，所以停伫咧离林附近，袂当航行。因所在护礁因为暴风雨，只会当落一半，运去台湾。因此，要运往日本的货物也袂当装到该船顶。迄寡青丝伫日本主要的贸易商品，还佫藏伫咧公司的仓库内底。有感伫日本方面真需要议长库库巴卡阁下前往，又佫因为几啊原因，阮迄寡去巡役的快艇必须要伫南方以及其他所在继续来巡役，因此长官普特曼斯阁下来调集议会开会，为着要互公司获得最大利益，而做了下列的决议。首先，要派快艇 Broadway Seven 号前往澎湖，看敢有对台湾运来要送去日本的货物，若无就要继续航行前往台湾，并且爱伫本个月25号以前抵达台湾，伫遐要甲会当装载货物，尽量较紧来装船，尽量较紧出航前往日本。上慢袂当超过本个月月底。而迄只快艇顶头上有利顺的货物，就是以及上适合运走的货物，拢是尽可能要转装到快艇Vernon号Vernon号上吼。被认为是要航往日本上
有备好、有备上好的，并且上适当的船。议长库库巴卡阁下和Franz Caron 要动船前往日本，并且决议因为所听候的巴达米亚要来的主要的援军支援援军也未抵达，而阮我方的兵力因为派快艇出去顺翼来分散咯。即马对国民看起来，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伫遐未得到有价值的好掠物吼，所以要调回指挥官 Bruin， 命令伊即刻率领快艇 Braden 号、Zeebrugge 号、Brookhaven 号、Wieringen 号以及所有含因做伙的洋客船转来取缔，并且决议要派片堆船我曼号前往偏湖，要去甲乌弹转装到快艇米多堡礁顶头，然后要对这快艇转装要送往台湾的纽西，运往台湾。除非阿森道夫号已经收复，伫伊抵达以前已经去做完即寡代志。这是你写啥？我甲你看无。最后决议，因为希腊人已经调集因所有当召集的兵力，要用来对付阮，因此阮决定要放弃几只会当卖用的船，以便尽量配备人员来加强阮快艇的能力。伫咧被好船攻击的时阵，会当派出更较侪人员做小船甲小艇，更较有力量来伫对方的正道洋客船之间自由来往，勇敢奋战。伫新的保庇之下，即将是会当战胜，会当达成阮有定计划的正确方法。10:17。这段读过就好哈。8月16日，上席商务员巴马斯坐洋客船偏湖号对台湾抵达，以口头啦吼，口头证实证实了泰勒先生书信所写的代志，并且运落坡来，含昨昏抵达的迄寡洋客船所运来的合计运来几张各种落批迄数字无写，几张有无写啦吼。下晡，阮要率领全舰队，搁再去五苏的下方，五苏的下方暗时要去调回快艇考克号和布雷斯维克号，也要转到五苏和阮停泊伫遐，因伫咧海上无掠着啥物件啦吼。8月17日，无用要对威斯普号甲抢夺来的苏木转装到片堆船我曼号，要运往偏湖。活掠来的葡萄牙人以及印欧透过费的同齐要去要早去偏湖，以便伫遐交互大船米多堡礁去转载。暗头仔，快艇免有号满载价值，看者好吨。这是偌济？满载价值569001。
后壁是点18.14毫吨的货物，有时仔黄金、青丝、丝荷、鹿皮以及丁珠香以及其他货物。丁子香吼，有啥物件，并且载着议长库库巴卡阁下以及法兰斯卡伦出航前往日本，愿上帝带领因一路平安。20分。我今仔日读到遮啦吼，因为我足爱困诶。8月18日，咱今仔读到遮，8月18日，明仔载再继续读吼。见魂密报吼，毋知当时要搁拍起来。好，感谢各位吼来听我踮咧即个，毋知家己咧读啥物，要困。我看者有啥物芭比有啥物笔记有啥物重要诶？拄则搁对单呀，哟。我真正结果去查一寡船诶那个图模型。OK。因为伊讲着足侪船啊，我就好闲讲，伊当船诶船拢是安怎生在安怎？都是篷船嘛。啊，用去船，就是细只船，细只篷船的款。好，安尼咱明仔载再明仔载袂使，明仔载我要休困吼，明仔载我有别个课。辽乐湾海战吼，咱后日再搁继续读吼。另外迄个，我有一项代志。Marina 伊有咧读迄个时间简史吼，时间简史应该读煞啦吼。啊，伊有甲我讲看是毋是要用台语读，其实我足有兴趣诶吼，所以我会另外找时间来读即个时间简史。其实我足有兴趣读即寡物件吼。好，安尼咱后日再搁继续来读即个荷兰野生日志吼。好，感谢各位，我来开放。感谢。好，多谢大家。